先一开始，咱来关心今仔日政治上的大代志。这是南北港要合，伫夜里10点的时，会伫前总统马英九见证之下，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，也有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进行政党协商，侯友宜嘛会参加。手提支持者送的好彩头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新竹市场扫街走基站，嘛提出伊城人北的政策，环保永续4大主张。2045年，全面禁止用食汽油的交通运具，辅导企业总体减碳升级的方案，设置社会气候基金，成立国土规划研究院。登记的日子愈来愈晚，南北政党协商进入关键的时期。15早起10点，会由前总统马英九见证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。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进行政党对谈，让侯友宜也参加。那我们希望个人真的是小一点，以人民国家大一点的方向，把它做到好。不过南北要是传出个人有个人的坚持，那样要是希望来自政党的支持度。因为民众党是讲，一般全民调都是第三。柯侯或侯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去做民调的话，基本上它就已经有包含了政党支持度在内了。所以我们认为说，就是按照做台湾模式全民调就好，那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设定出来的一个底线的部分。受到支持者的欢迎，民进党热情地去台中丰原，有见甲民众的感情。针对台中市长罗秀燕批评中央无支持台中的建设，也佮批评热情地无想要走台中捷运的南线，热情地嘛反击。现主是交通部，是根据专业的审查，唔是讲无要支持。选举期间作为市长，无应该甲市民报告无属实的消息。台中捷运南线加做拿了交通的议题。不过，热情地嘛强调讲，未来要解决丰原变硬化的问题，嘛要规划台中捷运延伸到彰化、甲南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